OK，好了，接下来这首歌是老蛙的歌，我不敢承认这首，因为他唱的太好了，对。我真的我本来想说这首歌我拿回来偷偷重唱一次，后来发现我没有对到味道啊，我还是给真正的女主人来唱这首歌。女主人。小姐，你刚刚靠了一下，我算细心的，我是怕菜5块吗？6块，越南币，好了，真正的，我们2个在外面很自在。哦，喝起来。这首歌。有人找你们来表演吗？好了，开始了，这首歌《想要的感觉》。谢谢。我喜欢这样的天空，这样的感受，这样的节奏，这样的激动，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感动，其实还不够。也常常这样的生活，心中的梦，要怎么去说，要怎么去做，要怎么建构，才能够拥有，才能被接受。忽然间发现，或许会如何去面对这世界，虽然并不完美，不会看见，却有种残留的美。而是不学会，这一切也许会改变，但其实需要的是一种我想要的感觉。我喜欢这样的感受，这样的感受，这样的节奏，这样的激动，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感动，其实还不够。我常常这样的想过，心中的梦，要怎么去说，要怎么去做，要怎么建构，才能够拥有，才能被接受。忽然间发现，或许会如何去面对这世界，虽然并不完美，不会看见，却有种残留的美。而是否学会，这一切也许会改变，但其实需要的是一种我想要的感觉。就能够看见我想的视线，其实是我们有的天空，我们的天空。忽然间发现，不学会如何去面对这世界，虽然并不完美，后来